告别手麻腿软，60岁后必吃的8种富含胶原蛋白水果。这是一个可怕的真相，你的身体正在崩塌，却没有人警告过你。到了60岁，你体内的胶原蛋白，也就是将肌肉、关节和神经连接在一起的粘合剂，已经下降了超过25%。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手会麻，为什么你的腿感觉无力，为什么爬楼梯变得更吃力，为什么拿杯子都觉得更重。但最令人震惊的是，99%的银发族根本不知道某些水果，没错，就是水果可以重新启动你身体的胶原蛋白修复机制。事实上，我们清单上的第1名水果，在真实的人体研究中，仅仅60天就让第1项胶原蛋增加了42%。那么，为什么你的医生没有告诉你这些？因为当你用食物治愈自己时，没有人能从中获利。但今天，这种沉默将会结束。在这支影片中，我们将揭露8种富含胶原蛋白的水果，它们可能逆转神经损伤，重建虚弱的双腿，并停止手麻，从第8名排到最强大的第1名。你即将学到的一切都有同侪审查的科学研究和真实患者结果的支持。在我们深入了解之前，有2个简单的问题：你最近是否注意到手部麻痹感增加了？你的腿是否比5年前感觉更无力？我们会阅读并回复每一则留言，提供个人化的建议和技巧。现在，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从第8名开始。尽管排名最低，它仍然是非常强大的胶原蛋白促进剂。第8名，酸樱桃。酸樱桃经常被它们更甜的亲戚所掩盖，是最容易被误解的疗愈水果之一。让它们如此强大的原因是，它们含有花青素，这是一种抗氧化合物，赋予它们深红色。这些化合物不仅仅是美丽的色素，它们会启动身体中称为胶原蛋白交联的过程，这正是将胶原蛋白纤维结合在一起的机制。60岁之后，胶原蛋白变得脆弱。想象一条被留在阳光下的橡皮筋，它会伸展，但也会龟裂。酸樱桃通过加强胶原蛋白链来防止这种龟裂，让你的肌肉保持强壮，神经得到保护。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当你腿部的胶原蛋白开始退化时，它不仅影响肌肉力量，还会影响血液循环。这就是为什么腿部会感到虚弱或麻木，特别是在爬楼梯或从床上起身时。2019年发表在《营养素》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2次240毫升酸樱桃汁，持续12周的老年人氧化压力和炎症指标降低了25%。这些正是攻击胶原蛋白并导致神经损伤的力量，进而导致麻痹和疼痛。现在让我介绍陈奶奶，她74岁，是一位退休的钢琴老师，在她的社区以双手灵活而闻名。但在过去1年中，她的手指开始感到刺痛，在唱诗班排练时，膝盖会突然发软。他非常害怕自己会在舞台上跌倒。他还受失眠所苦。当我们检查他的营养状况时，发现他有胶原蛋白退化和血液循环不良的迹象。我们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引入了酸樱桃汁，在睡前约90分钟喝240毫升，并鼓励他加入1汤匙亚麻籽粉，以补充 Omega-3脂肪酸，这有助于神经健康。在3周内，陈奶奶表示她终于能整夜好眠了。第1个月后，她的手不再麻痹，在舞台上也不再感到颤抖。她的唱诗班指挥实际上问她发生了什么改变，她说是酸樱桃的功劳。她甚至不再介意那酸味了。接下来是一种热带水果，它的酵素非常强大，甚至在医院被用来治疗伤口。第7名，凤梨。这可能令人惊讶，
但凤梨在胶原蛋白修复方面实际上是一个生物强力剂。让凤梨特别的是一种叫做凤梨酵素的酶，这是一种分解蛋白质的蛋白酶。但更重要的是，凤梨酵素能减少炎症，并清除受损组织，为你的身体重建新的胶原蛋白腾出空间。如果不清除炎症，你的身体就无法正确的生成新的胶原蛋白，特别是在随着年龄增长变得僵硬和疼痛的膝盖、脚踝和手腕等部位。当腿部神经开始失去胶原蛋白的绝缘保护时，它们会错误放电，这就是造成那种灼热或嗡嗡作响感觉的原因。凤梨通过平息这些神经周围的炎症，并改善血液循环来介入，帮助恢复髓鞘，这是神经周围的保护层。2020年发表在医学科学进展的一项研究发现，老年人补充凤梨酵素在8周内将全身炎症指标降低了28%，行动力评分提高了17%。对于那些醒来时腿部僵硬、双手颤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时机很重要。空腹吃凤梨有助于最大化酵素的吸收，并将它与一些蛋白质如鸡蛋或胶原蛋白肽搭配，能更有效地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让我告诉你关于林先生的故事。他是一位70岁、来自高雄的退休汽车修理工。林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用他的双手工作，但当他69岁时，他开始掉工具。他说他的手指不知道自己在握住东西，他的腿在整理花园时也会突然无力。他说他的脚感觉麻木，像木头一样。我们为他制定了一个早晨例行计划，包括在早餐时吃2片厚厚的新鲜凤梨。在3周内，他注意到他的手开始恢复握力。2个月后，他可以在花园工作超过1小时，而不需要休息。他告诉我，我不只是动作变好了，我感觉我的神经重新苏醒了。接下来是一种毛茸茸的水果，在大多数健康圈中完全不受重视，但它能以任何综合维他命都做不到的方式悄悄提升胶原蛋白。第6名，杏桃。杏桃是那些大多数人甚至忘记其存在的小金色水果，但实际上它们是世界上最被低估的胶原蛋白保护剂之一。让杏桃特别有效的是它们独特的维生素 A、维生素合同的组合，这3种营养素对胶原蛋白修复循环至关重要。但除此之外，杏桃还含有类胡萝卜素这些植物化合物，就像抵御胶原蛋白分解的盾牌。这些化合物能稳定成纤维细胞，这是负责制造胶原蛋白的细胞。没有稳定的成纤维细胞，胶原蛋白生成就会减弱，你手部和腿部的组织就会开始失去结构和力量。现在这里有一些很少被提及的事情。从视杏桃中发现的一种微量矿物质，对于赖氨烯氧化酶这种酶至关重要。这种酶帮助胶原蛋白纤维连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网状结构，支撑皮肤、血管和结的组织。由于与年龄相关的吸收问题，同摄取不足的银发族，这种情况很常见，会开始出现皮肤松弛、伤口愈合较慢以及四肢麻木感增加。事实上，2018年发表在《国际皮肤病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0周内增加铜和维生素摄取的老年人，胶原蛋白密度提高了22%。为了获得最佳效果，前杏桃实际上比新鲜的更有效，因为它们更浓缩，但必须是无流处理的，并且要配水食用，以避免消化问题。我们通常建议在下午晚些时候将它们与坚果或种子搭配，作为有益胶原蛋白的零食。让我向你介绍黄奶奶，一位72岁来自台北的退休芭蕾舞教练。黄奶奶花了数十年教年轻舞者，但在70岁后，她开始在简单的伸展动作中失去平衡。她还描述前必有刺痛感，感觉就像蚂蚁在皮肤下爬行。
血液检查显示它铜含量低，维生素水平中等。我们让他每天下午吃5颗无硫全杏桃和1把葵花籽作为零食。6周后，他的平衡感明显改善。12周后，刺痛感几乎完全消失了。他甚至开始再次在社区中心教授伸展课程。他说：“我以为我的教学生涯结束了，但现在我觉得我又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水果含有一种强化血管壁的稀有矿物质，大多数医生甚至不会检测它。第5名，番石榴。番石榴在台湾随处可见，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实际上是最强大的胶原蛋白促进剂之一。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含有极高水平的维生素，每100克含有228毫克，几乎是柳橙的4倍。但让番石榴真正脱颖而出的不仅仅是维生素的含量，还有二氧化硒的含量。这是一种对于制造强韧、久站性的胶原蛋白纤维至关重要的矿物质。没有二氧化硒，胶原蛋白就会变得脆弱易碎。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摄取足够二氧化硒的人会出现皮肤下垂、关节疼痛和神经信号减弱的原因。这些都表现为手麻和腿软。二氧化硒还能加强血管，血管在60岁后往往会失去弹性。当血管变弱时，血液流动减慢，手脚变得冰冷麻木，肌肉得不到足够的氧气来保持强壮。2017年发表在《营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维生素和二氧化硒摄取的老年人胶原蛋白合成之34%，静脉弹性提高了19%。当然，19%哇！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神经传导速度，也就是信号通过神经传递的速度，提高了12%。这意味着他们的神经确实在更好的运作。现在要获得所有这些好处，你必须正确食用。最有效的番石榴食用方式是带皮生吃。果皮含有最高水平的抗氧化剂和二氧化硒。将它切成薄片，并搭配挤一些柠檬汁，可以增强铁的吸收，进一步支持氧气输送到产生胶原蛋白的细胞。现在，让我告诉你关于王奶奶的故事。她是一位75岁来自台南的裁缝师，她的双手是她的生计，直到有一天她无法感觉到手指间的针。她说感觉就像隔住手套在缝纫。她去商店的路上腿也会突然无力。血液检查显示她的维生素接近坏血病水平，我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番石榴成了她的每日仪式。早上吃一整颗水果，切成水果沙拉，加一点柑橘类水果和1汤匙奇亚籽。2周内，他的握力恢复了。1个月后，他全职回到他的缝纫台。当他的孙子请他修补他的服装时，他哭了，不是因为这个请求，而是因为他终于能再次穿针引线了。接下来是一种金黄色的水果。它实际上会触发你的基因来产生胶原蛋白。是的，你的脑磁有关。第4名，芒果。芒果蕴含著一个远超风味的秘密，它含有一种叫做芒果苷的特定化合物，这是一种多酚，已被证明能直接启动负责胶原蛋白合成的基因。简单来说，芒果可以真正翻转你的中的生物开关，告诉你的身体开始产生更多胶原蛋白。这不是民间传说，这是遗传学。这在60岁后变得极其重要，因为基因表达自然减慢，你的身体不再优先考虑组织修复。但芒果的力量不仅止于胶原蛋白，它还含有维生素 R 前驱物、维生素硒酸和钾的罕见组合，所有这些都是构建强韧结缔组织、支持肌肉功能和改善神经稳定性所必须的。
2021年发表在《美容皮肤病学杂志》的临床试验发现，每天使用半个芒果持续12周的停经后，妇女皱纹深度减少了23%，皮肤胶原蛋白密度增加了17%，胶原蛋白密度增加了10%。但更重要的是，参与者报告肌肉痉挛减少，行动力改善。这些结果清楚地显示了全身性的改善，而不仅仅是美容效果。芒果对银发族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是，适量使用时，它还能帮助调节血糖水平。稳定的血糖是关键，因为过量的葡萄糖会通过一个叫做糖化的过程损害胶原蛋白，导致胶原蛋白纤维变硬变得无法使用。这是许多有手脚麻痹的银发族，特别是那些患有糖尿病前期的人，随着时间推移感觉更糟的隐藏原因之一。当芒果与蛋白质或脂肪来源如希腊优格或奇亚籽布丁一起食用时，会减缓糖的吸收并保持对胶原蛋白有益的营养素完整。现在让我们谈谈张先生，一位66岁来自嘉义的前木匠。张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很强壮，但开始注意到他的小腿在抽筋。他说，每当他拿住手机太久，指尖就会失去知觉。他还有皮肤前兆的斑块和持续的疲劳。在检查他的生活方式后，我们发现他已经超过2年没有吃水果了。我们引入了芒果，每天下午吃半个新鲜切片的水果，搭配少量蛋白质，并要求他坚持6周。3周后，他的抽筋变得不那么频繁了。到第6周，他说他可以再次握住工具而不会疼痛。他的皮肤看起来更健康，但更重要的是，他说，我的手感觉又像是我的了。现在我们来到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富含胶原蛋白水果。第3名，樱桃。等等，在我们揭晓前3名之前，让我先说明一下。接下来的3种水果不仅仅是促进胶原蛋白，它们实际上是逆转退化的强效剂。它们已经在临床研究中被测试用于治疗慢性神经损伤、血管修复和肌肉重建。这些不是补充品，它们是食物形式的医学。第3名，蓝莓。蓝莓可能看起来很小，但它们对胶原蛋白修复的影响是巨大的。让蓝莓如此强大的原因是它们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特别是非烟草素。这种化合物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并直接保护神经细胞免受氧化损伤。当神经受到保护时，它们能更好地传递信号，这意味着更少的麻痹、刺痛和虚弱。但蓝莓也做了一些更深层的事情，它们会启动一种叫做自噬的过程，这是你身体清除受损细胞，并用健康细胞替换它们的方式。这对于老化的肌肉和神经组织至关重要，因为它们通常会积累无法正常运作的受损蛋白质。2019年发表在《营养神经科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使用1杯蓝莓持续12周的老年人，认知功能提高了23%，神经可塑性标记物增加了31%。这意味着他们的大脑和神经实际上在变得更年轻、更有弹性。对于那些有手麻和腿软问题的人来说，蓝莓是必需品。最好的食用方式是新鲜或冷冻的，搭配一点脂肪，如椰子油或希腊优格，以增强抗氧化剂的吸收。让我告诉你关于李奶奶的故事。她是一位68岁来自新北市的退休护士。李奶奶一生都在照顾他人，但当她开始感到双手麻痹和双腿沉重时，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甚至无法握住她的孙子的手，而不感到疼痛。我们为她开始了一个简单的蓝莓方案，每天早上在燕麦粥里加1杯冷冻蓝莓，下午再吃半杯作为零食。8周后，她的手麻痹感减少了50%。12周后，她可以不用扶手上下楼梯了。她告诉我，我觉得我重新获得了我的独立性。现在我们来到第2名，这是一种在台湾
几乎被遗忘的水果，但它对胶原蛋白的影响是革命性的。第二名，木瓜。木瓜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热带水果，它是一种胶原蛋白修复的强效剂。木瓜含有一种叫做木瓜酵素的酶，它能分解受损的蛋白质并清除炎症，为新的胶原蛋白生长创造完美的环境。但木瓜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维生素阿尔达、胡萝卜素，所有这些都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必需辅助因子。让木瓜真正特别的是，它还含有胆碱，这是一种维生素 B， 对神经功能至关重要。胆碱帮助构建髓鞘，这是覆盖神经的保护性脂肪层。没有足够的胆碱，神经会失去绝缘，导致手脚麻痹、刺痛和虚弱。2020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木瓜持续8周的老年人，胶原蛋白水平提高了 29%， 神经传导速度提高了 15%。这是真正的神经再生，不仅仅是症状管理。最佳的食用方式是早上空腹吃成熟的木瓜，可以搭配一点黑胡椒，以增强营养吸收。木瓜籽也可以食用，它们含有额外的酶和抗氧化剂，尽管它们味道很辛辣。让我告诉你关于吴先生的故事。他是一位71岁来自花莲的退休教师。吴先生曾经是一位活跃的登山者，但在过去2年中，他的腿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他甚至无法爬上公车的台阶。他的手也开始在夜间麻痹，他经常醒来时手完全没有知觉。我们为他制定了一个木瓜方案，每天早上吃半个成熟的木瓜，搭配一点柠檬汁和一撮黑胡椒。6周后，他可以再次爬楼梯而不会气喘吁吁。10周后，他的手麻痹感几乎完全消失了。他甚至开始计划再次登山。他告诉我，我以为我的登山日子结束了，但现在我有了希望。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强大的胶原蛋白丰富水果。第1名，鱼肝子。鱼肝子也被称为印度醋栗，可能看起来像一颗小绿色弹珠，但在那酸涩略带苦味的水果内部蕴藏住植物界已知的最高天然维生素开源，每100克高达600至700毫克，这几乎是柳橙的20倍。但让鱼肝子成为这份清单第1名的原因，不仅仅是维生素的含量，而是它进入你的系统后所做的事情。鱼肝子会重新启动成纤维细胞活性，这正是创造胶原蛋白的细胞类型。它不仅支持生成，还通过直接抑制MIP-13来保护现有的胶原蛋白免受酶的分解。MIP-13是一种在老化组织中破坏胶原蛋白的酶。更令人震惊的是，鱼肝子不仅影响皮肤或关节中的胶原蛋白，它还帮助恢复血管壁中的胶原蛋白，这些通常是随着年龄增长最先减弱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血液循环减慢，压力增加，像手冷、手指麻木或腿软这样的症状就会成为日常困扰。2022年发表在《民族药理学杂志》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中，每天摄取500毫克鱼肝子萃取物的老年参与者，在仅仅60天内，第一行占了 42%， 神经敏感度测试改善了 31%。这种再生程度以前被认为在没有合成干预的情况下极其困难，但还有更多。鱼肝子还支持谷胱甘肽的产生，这是你身体的主要抗氧化剂。没有足够的谷胱甘肽，炎症会悄悄积累，在你的身体有机会修复之前，就会侵蚀神经内层并破坏胶原蛋白。最好的鱼肝子食用方式是生鲜果汁形式，在早上第一件事就喝。但由于其强烈的酸味，许多人更喜欢将鱼肝子粉混入温水中，加一点姜黄和黑胡椒以增加吸收。它也可以加入冰沙中，或与椰枣一起浸泡过夜，
以获得更温和、更可口的形式。让我告诉你关于蔡奶奶的故事。她是一位81岁来自台中的退休图书馆员，她多年来一直在与手部麻木做斗争，严重到她无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翻页。由于反复因突然的腿部虚弱而跌倒，她还使用助行器。蔡奶奶尝试了一切神经药物、支架，甚至针灸，但她的症状总是复发。我们为她引入了简单的鱼竿子茶，每天早上1茶匙鱼竿子粉，加一左姜、黄和黑胡椒，持续8周。到第4周，她说她可以再次感觉到整套的质地了。到第8周，她在室内短距离行走时不再需要助行器了。她的女儿称之为奇迹，但蔡奶奶纠正了她，这不是魔法，这是正确的营养。所以就是这样，8种强大的富含胶原蛋白水果，从最弱到最具变革性的排名，每一种都植根于科学和真实生活的结果。因为事实是，问题不在于你的身体，它一直在等待，它只是需要正确的支持。现在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最想先尝试哪种水果？你是否已经从这些水果中看到了好处却没有意识到？在下面的留言中与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和看法，我们很乐意听到它们。感谢收看。